成功大学台文所姓简的副教授，为2007年开始，陆续牵涉校园性平事件。相关的教师却无按照规定来通报调查，致使有侪学生受害。监察院最近通过针对成大的纠正案，也要求教育部要继续监督成大检讨改进。校园性平事件真多，成大台文所姓简的副教授为2007年开始，涉嫌陆续对学生囡仔进行言语肢体的骚扰。不过相关老师知影了后，却无照性平法规通报查处，致使后续真侪学生囡仔受害。监察院调查了后，通过对成大的纠正案。学校没有及时阻断，然后让这个教师这几年陆续伤害了不少学生。只是了解，但了解就没有真正的做成调查小组，也没有对这个老师做校园性平法等等的一个程序处理。监委表示，这违反性平案件，成大校园中心一直到2023年6月才接到检举。成大性平会调查了后，认定性骚扰行为是事实。对予人纠正，成大表示已经对涉案人加停聘3年，会依照纠正案强化性平法的宣传。过去可能有一些老师其实不太了解法规的规定。其实这几年来，我们在行政主管上面时候，我都有进行这个性别平等这样子的一个宣导。我想我们都是尊重监察院他们的专业的判断，他自己做错的事，他自己要去承担那个结果啊。因为这件性平案，还佫产生学生会下务运作的争议，也甲教师互相控告霸凌等案。监委认为违背高等教育的宗旨，也要求教育部持续督导成大检讨改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